呢啲都係鐵鑊。咁到底應該點樣揀呢？開鑊緊要，但係保養隻鑊都好緊要。就算呢個時候換啲凍油落去都唔會黐嘅。呢度有一隻未開鑊嘅俾大家對比下。我總結晒唔同鐵鑊嘅特性俾大家參考下。開鑊主要有兩個作用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有好多朋友都問我開鑊嘅方法同埋一啲失敗嘅原因。咁今日就等我同大家分享下啦。首先其實一般家用嘅鑊淨係得鐵鑊係需要開鑊嘅啫。同埋其實鐵鑊有分好多種㗎，未必隻隻都一樣開法。相信睇得呢條片嘅朋友都應該對鐵鑊或者開鑊方法有啲興趣。不過喺開鑊之前我都希望大家諗清楚到底自己啱唔啱用鐵鑊先。咁就等我俾個概念大家啦。咁有咩人比較適合用鐵鑊呢？簡單嚟講，鐵鑊煮出嚟嘅餸比較有鑊氣啲，係其他鑊完全比唔上嘅。呢個亦都係我對鐵鑊情有獨鍾嘅原因，所以佢尤其適合用嚟做一啲煎炸或者鑊氣小炒咁樣。但係用油嘅份量就會比其他鑊高一啲㗎啦。如果唔用油或者用好少油去煮一啲油份少嘅餸，例如炒瘦肉、炒菜等等，就會黐底不特止，仲會有陣糯味添嘅。而且需要開鑊同埋做一啲簡單嘅保養，所以如果平時大家食嘢好健康，例如淨係烚下菜、煲下湯、炒菜連油都唔放一滴，又或者好懶係平時唔想保養隻鑊嘅話呢，咁鐵鑊就未必啱你啦。咁建議都係買翻陶瓷鑊或者易潔鑊會好啲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多啲特色食譜，或者對煮嘢食同食嘢有份執着，不妨撳個訂閱掣，得閒睇下我啲新片啦。鐵鑊都有分好幾大類。如果大家揀鐵鑊嘅時候唔係去一啲廚具專門店，可能好難分係究竟邊隻打邊隻。呢隻係鐵鑊，呢隻係鐵鑊，呢啲都係鐵鑊。咁到底應該點樣揀呢？咁今日就等我帶大家落去樓下家品鋪睇下啦。好，換衫出發。呢隻就生鐵鑊嚟嘅。呢個係搪瓷嘅面，係做到防鏽嘅效果，即係你保養嘅時候唔使保養兩邊。呢隻都係生鐵，佢個顏色暗啞，摸落粗糙啲，稱起嚟比較重身，但係價錢一般就會平啲。呢隻就屬鐵鑊嚟嘅，佢個表面會光滑，而且攞起手輕身好多。大部分日式鐵鑊其實都係屬鐵鑊嚟㗎啦，咁就要好好開佢嘅。咁呢隻就我用咗好耐嘅屬鐵鑊啦，而呢隻就叫直化鐵或者淡化鐵鑊。佢個表面都係光滑，但係會有啲磨砂嘅質地，而且同生鐵一樣咁重身嘅。有啲標榜自己做生鐵鑊，但係其實係直化鐵嚟嘅。佢寫自己做真不鏽，但係其實生鐵又點會不鏽啊？咁佢個價錢亦都會貴啲，咁原因就係佢喺表面做一啲功夫嘅。呢隻就叫黑金剛或者搪瓷鑊。大家見到黑金剛或者搪瓷鑊就要特別留意少少啦。我會叫佢做鐵鑊界嘅異類，陣間再講講點解。外面包咗一浸陶瓷塗層，摸起嚟好似摸緊玻璃咁樣，表面光滑到反晒光，仲會啜住隻手添。佢好輕身嘅，而且裡面都係屬鐵嚟嘅。講咗咁多，相信大家都好心急，想知道開鑊嘅方法㗎啦。不過喺開鑊之前，如果知道當中嘅原理，開起上嚟就會更加得心應手。要開就唔好求其開啊嘛。希望大家唔好嫌我氹氣啦。開鑊主要有兩個作用，第一個就係洗乾淨鑊面嗰啲污糟嘢，第二就係做到一個防鏽嘅效果。好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開鑊啦。咁首先我會講講生鐵鑊嘅。未經提煉嘅生鐵鑊佢個沙石啊或者佢啲雜質會比較多啲，咁所以開嘅步驟都會多啲。如果大家用翻呢套方法去開其他鑊唔會開壞鑊嘅，最多做多咗嘅啫。溫馨提示：以下方法根據我烹飪經驗得出，同所謂正統或者傳統嘅做法或有區別，敬請原諒。第一步，我哋要洗乾淨咗表面啲污糟嘢先啊嘛。我哋用洗潔精同少少水去散乾淨啲防鏽機油，用普通白鐵布或者鮑魚刷已經夠噶啦，唔建議用鋼絲刷。表面啲塵啊或者鐵粉咁樣都可以順帶初步清一清。之後用水沖乾淨。
再加返啲洗潔精煮熱一煲水，用鮑魚刷進一步洗乾淨個內籠，再沖乾淨。下一步，我哋烘返乾隻鑊，大火燒佢10分鐘到。如果隻鑊有做到啲防鏽塗層或者機油呢，呢個時候就可以徹底咁清潔乾淨啦。喺攝氏300零度嘅環境底下呢，嗰啲防鏽機油或者塗層就會揮發噶啦。到時候會聞到一陣刺鼻啲嘅味，同埋隻鑊開始有啲白煙會出嚟。咁我哋均勻咁燒勻晒成個鑊嘅每一個表面。有多人會擔心燒壞隻生鐵鑊，但其實家用嘅爐火咧係好難燒得壞隻鐵鑊嘅。但係最緊要就唔好大力撞隻鐵鑊，如果唔係真係會碎㗎。之後攤凍啲隻鑊之後先洗佢，再抹返乾淨，用細火烘乾隻鑊。咁隻鑊乾咗之後咧，我哋 keep 住開細火。加少少煙點高嘅油，例如花生油、粟米油咁樣。咁我今次就用葡萄籽油嘅，然後搽勻晒隻鑊，等啲油咧慢慢索入去隻鑊嘅表層。千祈唔好太大火，因為火太大咧，啲油會即刻揮發，然後留咗一陣永久嘅漬喺個鑊面。雖然唔太影響使用，但係都會影響到個外觀。等隻鑊開始有少少熱啦，我哋就加埋豬油。用筷子或者鑊鏟去搽勻晒成隻鑊嘅窿窿罅罅，盡量唔好唔加油嘅情況底下直接抌嚿豬油落去，否則好容易黐底嘅。等嚿豬油出到七七八八，就可以掉埋啲韭菜落去，用力捽隻鑊。古老嘅智慧，用豬油同韭菜開鑊其實唔係冇道理㗎。首先豬油佢平啦，豬肉檔一般都係掉嘅啫。我分別去咗2間唔同嘅豬肉檔諗住買，結果都係唔使錢就拎到啦。而且佢煙點高啦，喺高溫嘅時候咧更加有效咁留喺隻鑊度，咁就唔會揮發走啦。另外韭菜佢多纖維啦，可以黐住啲殘留嘅鐵粉，亦都可以去除咗啲鐵腥味。由於生鐵咧未經提煉，比較容易甩鐵粉或者雜質，所以有啲生鐵鑊咧第一次洗嘅時候會非常之黑。所以呢個步驟咧，有機會要重複2至3次㗎。直到啲油變清咧，好似咁樣就可以用得㗎啦。好，咁到熟鐵鑊咯。熟鐵鑊經過提煉啦，通常都會乾淨啲，所以開鑊嘅步驟相對簡單。當然可以完全照用返生鐵鑊嗰套方法，做多好過做少嘅。如果唔想做多，可以有以下嘅方法。首先第一步，我哋都係去除咗個防鏽塗層同機油先。我哋一樣用洗潔精同少少水去洗乾淨啦。明顯冇生鐵咁污糟嘅，用水沖洗乾淨，然後加洗潔精煮熱一煲水，進一步散乾淨佢。再烘返乾之後一模一樣，我哋燒佢10至15分鐘，徹底燒走啲防鏽塗層或者機油。陣味實在太勁啦，一定要戴返個口罩。另外咧，如果係熟鐵鑊嘅話，會好明顯見到隻鑊變咗色。如果屋企爐灶火力細啲，可能要再多少少時間啊。類似銀銀地深藍色咁樣，其實就係啲鐵變咗做氧化鐵，令到個表層咧會有更加好嘅防鏽效果。我哋記得均勻咁燒到隻鑊變晒色。呢度有一隻未開鑊嘅俾大家對比下。再用水沖返乾淨隻鑊，抹返乾烘返乾佢啦。之後都係用細火加油去潤一潤隻鑊。不過今次咧可以唔使用到韭菜同豬油啦，直接用植物油都可以做到同樣嘅效果。直到隻鑊咧開始充滿晒啲油，用水洗一洗佢，啲油係乾淨嘅，咁樣就可以用噶啦。
如果你屋企有豬油或者韭菜，劈埋落去都冇問題嘅。亦都有好多朋友問過我，究竟電磁爐可唔可以用鐵鑊嘅呢？理論上係得嘅。如果跟翻大家高中時學過嘅物理知識，電磁爐透過改變裡面線圈嘅磁場，喺金屬嘅平面即係鑊底產生渦電流，電流受咗然後發熱，所以理論上任何金屬嘅平面都做到嘅。如果揀電磁爐嘅話呢，我會揀電磁爐呢，老實講，暫時未遇到一個啱心水嘅。始終so far用過嘅效果呢唔係太理想，有啲就基於安全考慮，啲油啱啱開始熱啲呢，就因為要散熱所以停止供電。另外呢個傳熱唔平均，始終個原理係靠個平面嚟發熱，所以鑊邊嗰啲位呢基本上係唔係好熱嘅，個溫度相對難控制。另外就係唔可以拋鑊啊，一拋鑊就停止供電，真係煮條鐵啦。不過我諗呢個就係電磁爐嘅死症嚟嘅。到窒化鐵啦，窒化鐵咧睇落同熟鐵一樣咁乾淨，攞上手同生鐵差唔多重，有啲商家整厚啲咧仲重過生鐵添啊。價錢上一般比生鐵會貴一截，部分品牌咧仲賣到超過1000蚊一隻添。實測過用起上嚟冇乜大分別。窒化鐵嘅防鏽咧背後都係有啲原理。窒化鐵防鏽咧嘅原理就係將嚿鐵放喺一個充滿氮氣嘅高溫環境裏面，等啲氮原子慢慢咁滲入去鐵嘅表層，形成一層好薄但係比較硬身嘅氮化鐵保護層。呢層保護層有幾個好處：第一，佢比起本身生鐵更加硬淨；第二，佢將鐵嘅表面封一封，令到佢冇咁容易生鏽；第三，佢令到表面光滑啲，摩擦力降低，自然冇咁容易黐鑊啦。煮嘢食嘅時候呢，佢嘅性質比較似生鐵，升溫嘅速度冇熟鐵咁快，同埋比較保溫啲，所以用嚟煎嘢就一流啦。鑊氣小炒我都係偏向中意用翻熟鐵鑊多啲。開鑊方面呢，由於佢已經有個防鏽層啦，所以商家一般唔使再加機油或者一啲塗層落去。開鑊嘅時候呢，我哋可以省略燒嗰10至15分鐘，過程又再簡單好多啦。咁我哋一模一樣，先用洗潔精同少少水散乾淨個表面先，再加洗潔精燒熱1煲水，進一步洗乾淨。洗乾淨之後，再烘翻乾隻鑊。用油潤隻鑊咧，亦都係可以唔使用韭菜同豬油嘅，但同樣都一定係用細火開始，避免開到一笪笪烘咁，至隻鑊開始充滿晒油，再用水沖一沖，基本上就用得噶啦。大家見到啲油係好乾淨嘅。最後去到黑金剛或者我哋叫搪瓷鍋，頭先講到黑金剛係第2個世界嚟嘅。原因係得佢唔使開鑊嘅啫，因為佢有浸陶瓷塗層喺熟鐵嘅外面去防鏽，原理同易潔鑊好似。不過呢一浸塗層只可以防生鏽，唔可以防黐底嘅，亦都千祈唔需要開鑊開走佢，因為黑金剛就係靠呢浸塗層去防生鏽。呢浸塗層雖然大火燒佢唔會甩，但係如果用利器刮佢呢，唔難刮甩嘅。一旦花咗呢，即刻可以報銷噶啦，所以建議唔好用金屬嘅鑊鏟。如果一定要用嘅話呢，都盡量用啲圓邊嘅。開鑊方面，我哋純粹用洗潔精去洗乾淨佢，再用水沖一沖，然後燒翻熱隻鑊，加油，咁就直接可以用得噶啦。用起上嚟同其他鐵鑊有咩分別呢？我就覺得因為浸陶瓷塗層會濺走啲油，所以啲油呢冇得好平均咁分佈喺隻鑊嘅表面，所以為咗嚿嘢食可以全面掂到啲油，所以自然就會落多咗油去煮嘢食。點樣可以正確咁用鐵鑊呢？我用煎蛋嚟示範俾大家睇睇。上一條片都同大家做過個實驗，無論鐵鑊不鏽鋼鑊，如果我哋凍鑊落嘢食，嘢食一定會黐底。所以簡單嚟講，隻鑊一定要夠晒熱。
到啲內高溫嘅油都啱啱開始出煙，先落嘢食，咁就永遠唔會黐底噶啦。就算呢個時候換啲凍油落去都唔會黐嘅。順帶一提咧，接觸嘢食嘅表面咧都一定要有一陣薄薄地嘅油。如果完全冇油咧，同樣都會黐底，而且啲嘢食會有陣燶味，而唔係鑊氣噶啦。開鑊緊要，但係保養隻鑊都好緊要。咁究竟鐵鑊應該點樣保養呢？首先，生鐵鑊咧千祈唔好大力撞佢，否則咧會有裂紋，嚴重嘅話咧可能碎埋添嘅。而且佢都怕過大嘅溫差，所以煮好嘢之後咧，最好等佢降晒溫先開始洗。熟鐵鑊就唔驚嘅，最多就輕微變形嘅啫。第二，煮好嘢食之後咧，快啲潷走啲嘢食，唔好留啲嘢食喺隻鑊度太耐，更加唔好冚埋隻蓋。因為啲倒汗水咧會令到隻鑊邊快速咁生鏽，黑金剛有塗層咧就唔使太擔心呢一點。第三就係煮完嘢食之後咧要洗乾淨隻鑊啦，然之後擺上火度燒翻乾佢，再搽翻浸油，咁就可以有效咁防鏽啦。尤其嗰啲唔係成日用隻鑊嘅人，如果唔做呢個步驟咧，下次拎出嚟用嘅時候有機會成隻鑊變晒啡色噶啦。咁鐵鑊生咗鏽點算呢？呢隻甩漆生鏽又有油膜，咁睇下搞唔搞得掂佢啦。因為生熟鐵鑊咧，佢都冇特別嘅塗層，所以我哋可以直接刮走啲鐵鏽，洗翻乾淨。刮走咗鐵鏽之後，嗰陣鑊嘅表層咧就好似未開鑊嗰種狀態咁樣，所以我哋重新開翻次就搞掂噶啦。大家見到嗰種油膜咧，佢識得揮發嘅。開完雖然陣油膜都係仲喺度，咁但係唔影響使用嘅。大家見到個鐵鏽咧都冇晒噶啦，完全可以正常咁煮嘢。黑金剛如果刮甩塗層咧就冇噶啦，就要抌噶啦。我總結晒唔同鐵鑊嘅特性俾大家參考下。好，今日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對鐵鑊有多啲了解，可以更加享受到烹飪嘅樂趣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個 channel，記得撳埋個鐘仔。如果想俾 comment，記住喺下面留言。咁我哋下條片見啦。